上下5000年，幾多風流人物，每日半個鐘，由我指點江山，聰明學堂同你細說歷史，分享智慧。主講李沛聰。嗱，如果大家讀中學嘅時候上歷史課有認真聽講呢，應該都記得有一次農民起義啊，喺歷史教科書裏邊呢係好着重咁提到嘅。呢一次農民起義叫做黃小波李順起義，咁佢嘅最大特點啊就係提出咗均貧富嘅口號啦。呢一次起義係發生喺宋太宗年間嘅。嗱，咁上嗰兩回呢，我同大家講咗宋太宗時期宋朝同遼國嘅戰爭，咁呢一回啊，我哋就將目光放翻嚟國內，睇睇呢一場喺歷史教科書裏邊佔咗咁重要地位嘅黃小波李順起義，究竟係點樣一回事啊？喺公元993年啊，宋太宗趙光義登位呢，已經係第17年啦。咁呢段時間同遼國之間嘅戰爭經已告一段落，成個宋朝睇上去就風平浪靜嘅，但係邊個都諗唔到啊，有一場大風浪即將冚到過嚟啦。喺歷史上有個咁嘅說話嘅，叫做天下未亂蜀先亂，天下已治蜀未治。講嘅呢就係四川呢一塊地方啊，因為山高皇帝遠，再加上地形險要，民風彪悍，所以喺歷史上呢經常都會出現動亂或者係出現一啲割據勢力嘅。而呢一次大風浪啊，就正正係發生喺四川啦。喺公元993年2月嘅某一日啊，喺一個叫做青城嘅小縣城裏邊，一大群人聚埋一齊，拎住啲菜刀啊、鋤頭啊、棍棒啊咁剩，大家聚精會神喺度聽台上一個人喺度演講噃。呢個人喺度講咩呢？佢話我最憎貧富不均噶啦，而家呢我幫大家將條數做翻勻佢。咁呢番說話攞文言文講呢，就係吾疾貧富不均，今與君知。講呢一番說話嘅人啊，就正正係今次起義嘅領袖黃小波啦。咁佢哋想做咩呢？當然就係造反啦。嗱，咁黃小波點解要造反呢？咁原因係好簡單嘅啫，同歷朝歷代嘅農民起義一樣啊，都無非係嗰4個字：官逼民反。嗱，喺宋朝統治之前啊，呢個地方係屬於後蜀，蜀軍嚟平定後蜀嘅時候呢，因為軍紀好差，喺度燒殺搶掠，無惡不作，搞到四川當地嘅人呢就奮起反抗，同宋軍啊狠狠咁打咗一場嘅。雖然打輸咗，咁但係亦都令到趙匡胤啊知道四川呢度啲人就唔好恰嘅，所以啊亦都處分咗一啲征討後蜀嘅將領。不過由於處分得太輕啊，大家都唔係好當一回事㗎吓。所以後來朝廷派嚟四川做官嘅人呢，個個嚟到猛咁刮地皮嘅。喺黃小波起義之前啊，朝廷曾經派特使嚟巡視，一口氣呢就挖出咗100幾個貪贓枉法嘅官員，可見呢度啲腐敗程度有幾高啦。嗱，咁大家知啦，四川啊號稱天府之國嘅，咁本來物產豐富，老百姓生活水平又唔差嘅。但係宋朝對於四川呢個地方嘅治理政策呢，就幾有問題噶吓。第一個，喺平定咗後蜀之後啊，宋朝嘅軍隊將大量嘅金銀財寶搜刮一空，一部分運咗去京城啦，另一部分係中飽私囊。其次呢，宋朝定俾四川呢個地方嘅賦稅就好重嘅。咁第三個呢，朝廷仲喺四川設置咗個博買務，壟斷布帛買賣，令到商人啊唔可以私下交易。咁後來呢，連茶葉都壟斷埋，搞到大家冇啖好食。嗱，黃小波呢原本就係做茶葉生意嘅，咁但係政府壟斷咗茶葉同布帛買賣之後呢，佢就搵唔到食啦噃。咁冇錢賺冇飯開，無非係2條出路嘅啫，一係就等死，一係就造反。黃小波揀咗第2條路，糾集咗一班同樣係失業嘅貧民，立起啲鋤頭菜刀，打出均貧富嘅口號，實行造反啦。嗱，一開頭呢支造反軍嘅規模就好細嘅，只有100幾人嘅啫。咁但係正所謂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啦，因為宋朝喺四川呢個地方管治得太差啦，令到當地啲老百姓呢民憤係非常之大嘅，好多百姓都覺得日子都過唔落去啦。呢個時候忽然間聽講有人造反，仲話要均貧富添，咁啊梗係幾打都嚟啦。所以啊，周圍嘅農民紛紛過嚟投奔黃小波，
呢一支造反軍隊嘅規模呢就迅速擴大啦。嗱，咁王小波呢個人呢都幾有計噶吓，佢又心諗要更多人參加呢支起義軍呢，一定要殺翻幾個貪官，振一振聲威先得。咁殺邊個呢？佢又揾咗個典型噃，就係彭山縣令齊元振啦。嗱，呢個齊元振點解咁乞人憎呢？原來佢唔單止貪噃，仲好奸噶噃。佢平時雖然貪污受賄，但係對上邊嘅檢查呢就做到滴水不漏嘅。所以上次有特使嚟四川啊，雖然捉咗百幾個貪官，但係捉唔到佢。唔單止冇捉到佢，仲將佢列為清官嘅第一位添。不過呢啲欺上瞞下嘅手段攞嚟搵皇帝笨呢，仲可以嘅。但係下邊啲老百姓日日俾你刮地皮，你又點呃到佢先得噶？所以呢個齊元振雖然喺官場上名聲就唔壞，但係喺百姓心目中呢就非常之乞人憎嘅。於是王小波帶領住佢嘅起義軍，好快就攻破咗彭山縣城，將齊元振捉咗起身。王小波將當地嘅老百姓全部都叫晒過嚟，當眾處決咗齊元振。咁仲唔單止，仲將齊元振個肚劏開，然後將啲金銀財寶塞晒落佢個肚度。意思即係話你咁貪錢啊嘛，我等你做個飽死鬼。然之後呢，又將齊元振當年搜刮得嚟嘅財富全部分晒俾當地嘅百姓。咁一嚟呢，王小波嘅威名喺四川越嚟越大，亦都越嚟越多人嚟投奔佢呢支起義軍啦。上下5000年，幾多風流人物，每日半個鐘，由我指點江山，聰明學堂同你細說歷史，分享智慧。主講李沛聰。王小波係一位好出色嘅農民起義領袖，但係好可惜啊，喺起義冇幾耐呢，佢就喺一場戰役裏邊受咗重傷而死啦。嗱，當時佢就帶住起義軍同西川都巡檢事張紀率領嘅政府軍呢，喺江源縣呢個地方打場大仗。呢一場仗呢，起義軍大勝嘅，仲將張紀殺埋添。但係王小波亦都喺額頭中咗一箭，因為受傷太重冇幾耐就死咗啦。王小波一死呢，大家推舉咗佢嘅舅仔李順做首領，繼續率領呢支起義軍。呢個李順亦都繼承翻王小波均貧富嘅理想。每攻克一個地方佢就會召集鄉裏邊嘅有錢人家，將屋企啲財物全部攞晒出嚟，除咗保留一部分生活必需品之外呢，就全部沒收，用嚟救濟啲貧苦百姓。而且呢支起義軍嘅紀律都相當之嚴明嘅，對普通嘅百姓秋毫無犯，所以喺當地都好得百姓擁戴，影響力越嚟越大啦。嗱，咁呢支起義軍嘅人數越嚟越多，一路去到幾萬人。連續攻克咗幾個戰略重地，殺死無數官吏，目標直指成都啦。成都嘅守軍呢，喺李順嘅攻擊之下，都抵擋咗一段時間嘅。李順見到攻城唔係咁容易就轉移去進攻漢州、彭州，連連得手之後呢，兵力就越嚟越多。呢個時候佢再對成都發動攻擊，咁今次宋軍守唔住啦，守城嘅將領落荒而逃，走咗去梓州。於是李順就喺成都自立為王，建國號為大蜀，改元為應允。喺自立一方之後佢又派軍隊四處出擊，向北一路打到劍關，向南一路打到巫峽。呢個時候四川嘅大部分地方都被呢支起義軍控制咗。朝廷收到四川有人造反嘅消息，都好緊張。宋太宗馬上召見河州團練使黃繼恩，俾佢掛咗個西川招安使嘅頭銜，仲俾咗一隊精銳嘅禁軍過佢，等佢入四川平叛。黃繼恩呢個名大家如果有聽前面嗰幾回應該都記得啦。喺宋太祖趙匡胤死嗰晚就係佢違抗皇后嘅密旨，擁立宋太宗奪權嘅，所以宋太宗對佢好信任嘅。佢呢個太監就唔使踎喺皇宮噶而係擔任排陣都監，長期喺河北領兵嘅。黃繼恩帶住禁軍入四川啦，而喺四川嗰邊守衛劍門關嘅宋軍就同李順嘅起義軍展開大戰。呢個劍門關乃係天險之地，正所謂一夫當關就萬夫莫開嘅。邊個控制咗劍門就等於控制咗入川嘅棧道噶啦。如果劍門關俾起義軍搶咗去咁黃繼恩要入四川都幾麻煩嘅。當時喺劍門關嘅守軍只有幾百個嘅啫，而嚟進攻嘅起義軍有幾千人。
咁啊敵眾我寡，形勢都岌岌可危嘅。不過劍門關嘅守將上官正呢，表現就十分之英勇，連續打退起義軍嘅幾次進攻。咁正好呢個時候啊，有一支喺成都打敗仗嘅宋軍就走到過嚟投奔上官正吧。咁人數一多呢，形勢係逆轉啦。上官正帶兵出擊，將起義軍打到大敗，幾千人馬幾乎全軍覆沒，剩翻300人走翻去成都。結果呢300人呢就俾李順全部殺晒添。劍門關呢一仗啊，對於宋軍嚟講係一次決定性嘅勝利嚟嘅。若然唔係入川嘅棧道俾李順控制咗呢，成條路塞死咗，想鎮壓佢就冇咁容易噶啦。咁但係呢條道路暢通之下，黃繼恩率領嘅部隊就可以好順利咁入四川展開攻勢。李順帶領嘅起義軍呢，今次係麻煩啦。嗱，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啦，宋朝因為吸取咗唐朝藩鎮割據嘅教訓啊，所以呢大部分精銳軍隊都係中央禁軍裏邊。之前起義軍對付嗰啲官兵呢，只不過係地方官府嗰啲維持治安嘅武裝，戰鬥力就唔係好強嘅。但係今次就唔同吧，黃繼恩帶嚟嘅係中央禁軍嘅精銳，不但止裝備精良，而且係久經訓練嘅，同之前嗰啲地方軍就完全唔一樣啦。所以一打起上嚟啊，起義軍就完全唔係手腳。黃繼恩喺鹽口寨呢個地方大破義軍，平定咗劍州，直奔成都而嚟。嗱，本來呢個時候敵強我弱，如果李順肯放棄成都，走去打下游擊戰呢，咁可能都仲可以支撐一段時間。但係李順入咗成都之後嘆慣咗，呢個時候就唔想走噃。於是啊，佢就召集各地嘅軍隊，準備同宋軍決一死戰。結果呢，佢2次派出嘅部隊都俾宋軍好輕易咁消滅咗。宋軍幾路大軍齊頭並進，好快啊就將成都包圍咗起身。李順見到勢頭唔對，就將起義軍全部集中嚟成都，想靠住成都城死守。咁呢個時候成都嘅起義軍呢，都有成10萬人咁多嘅。咁但係呢10萬人啊，大部分都係烏合之眾嚟嘅。之前嗰啲打得仗嘅戰士啊，大部分都死晒噶啦。所以表面上睇係10萬大軍，但其實就冇料到嘅。黃繼恩一聲令下，短短幾日時間啫，就將成都城攻陷咗啦。而起義軍嘅10萬大軍呢，亦都有3萬人犧牲咗。至於李順啊，有人就話佢戰死咗，亦都有人話佢偷偷地走咗去，下落不明。咁究竟去咗邊呢？史書上就冇明確記載嘅。嗱，咁成都城俾攻破咗，10萬起義軍死咗3萬，剩低個7萬呢，大部分投降咗啦。咁仲有一部分人啊，就衝出重圍，繼續同官兵作戰吧。李順嘅舊部張瑜呢，退出成都之後，就搜羅翻啲散失嘅部隊，轉戰四川各州，繼續同黃繼恩作對吧。嗱，點解呢支義軍打嚟打去都打唔沉嘅呢？其實原因就唔喺義軍身上，而喺宋軍嘅主帥黃繼恩身上吧。事關佢指揮軍隊攻陷成都之後呢，日日就喺度大飲大食，完全都唔諗下點樣治理好地方，甚至仲縱容軍隊搶掠百姓添。佢咁樣搞法呢，等於逼啲百姓繼續造反嘅啫。所以張瑜呢一支起義軍嘅舊部啊，越打就越多人，冇幾耐之後啊，又發展到幾萬人，又走去進攻夔州啦。呢個夔州呢喺巫峽附近，係從長江入四川嘅戰略要地嚟嘅。宋太宗聽講夔州告急，馬上另外派大將白繼溫啊，率領幾千精銳部隊，日夜兼程過嚟支援。白繼溫帶住軍隊嚟到夔州之後啊，趁住起義軍冇防備，同夔州嘅守軍前後夾擊，大破義軍。呢一仗呢，起義軍死咗2萬幾人。據講啊，當其時成條長江都布滿晒屍體，連江水都變咗紅色。喺接落嚟嘅時間裏邊啊，起義軍又打咗幾場仗，不過都好唔順利，全部打輸晒，人數越打越少。喺嘉陵江口損失咗2萬人，喺靈州損失幾千人。咁一嚟呢，呢一支起義軍就大勢已去啦。上下5000年，幾多風流人物，每日半個鐘，由我指點江山，聰明學堂同你細說歷史，分享智慧。主講李沛聰。黃小波、李順呢一次起義啊，震動整個西南，歷時2年咁耐。宋太宗亦都認識到啊，四川之所以搞到咁大鑊呢，
一方面係朝廷對於四川嘅政策出咗問題，另一方面呢就係當地嘅官吏治理不力，貪贓枉法。咁所以喺平息咗起義之後，宋太宗就揀咗樞密直學士張穎過去治理四川。而對於四川嘅亂局宋太宗仲專門落咗個罪己詔自我批評噃。喺個詔書裏邊佢話自己委任非當，足理不明，令到親民之官不以為和為政，管僼之吏唯用克削為功。咁呢一番自我批評應該講都係相當之到位嘅，講明宋太宗亦都認識到老百姓造反嘅原因呢喺官員上邊，地方嘅官員貪污腐敗，老百姓生活無着，咁先至會鋌而走險起嚟造反嘅。所以要平定四川關鍵都係要用對人先得。咁今次皇帝揀嘅呢個張穎呢，確實就用對人啦。佢去到四川之後大力整頓軍政，廢除咗啲擾民嘅政策，又安撫百姓，鼓勵生產。冇幾耐之後四川嘅形勢就逐漸安定翻落嚟啦。宋太宗讚張穎話：此人何時不能了，朕無慮矣。而後人仲將張穎同諸葛亮相提並論，都話佢哋呢係自屬嘅能臣。而王小波李順呢一場大起義呢，雖然就冇實現到均貧富呢個理想，但係起碼幫四川嘅老百姓都爭取翻唔少權益。咁所以喺一定程度上呢一次起義都算係有所成就噶。